咱阿要分享的大声，三甲来祈祷。听完的主愿，感谢你，感谢上帝，你互阮伫今仔日的透早，你赏赐互阮有烧了温暖的天气，嘛互阮大家用着欢喜的心来到伫教会领受上帝你的恩典。虽然伫昨是补班补课，大家辛苦一天，总是来到伫教会，看见着上帝你恩典满满，搁有剩的时阵，互阮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快乐。愿主你继续帮助阮，特别阮伫过年前，阮大家持守敬拜的心，组织伫教会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的时，也愿主你的圣神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帮助，来成做阮的祝福。愿将一切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看顾甲引带，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要透过约翰福音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对2019年开始，牧师会针对着约翰福音书的圣经节来成做主日讲道的信息，嘛邀请大家回去有时间会当做伙透过约翰福音书来做伙熟悉甲认捌。我想今仔日咱所要讲的约翰福音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，这是大家真熟的一段经文，因为这是有关耶稣的神迹。我要邀请咱，如果你若手头你有拿笔，并且是有咧做记录的兄弟，我特别请你会当来伫即中间来做一个记录。请投影片帮我跳后一张，好，多谢。伫约翰福音书的中间，我想咱来先做一个熟悉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这4部的福音书，伫每一个福音书咧解说耶稣的内容有无共款，有无共款的角度，嘛有无共款的信息。特别伫约翰福音书的中间，约翰福音书是咧强调耶稣是一个神，所以对着咱来讲，真侪人拢会问：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？有的人会讲是人，有的人会讲是神。但是牧师爱提醒咱，毋通袂记住。既然亲像拄则咱的信仰告别使徒圣经所讲，伊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透过圣神的感动，互玛利亚怀孕的时阵，代表耶稣基督就是人，嘛是神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约翰福音书，甲过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所讲的无共款。因为今仔日咱看见的是耶稣的神性，所以伫约翰福音书的中间有真水的一个记录，就是有7个神迹。这7个神迹，牧师真期待讲，咱会当小抄一个，伫后续咱会针对这个神迹来成做讲道的信息。第一个，也就是今仔日咱所要讲，耶稣伫婚礼的中间，甲水变做是酒。第2，是耶稣咧医治一个大官的囝。第3，耶稣伫必大水的这个池仔的边仔咧治病。然后第4，是互5000个人食饱。第5，伫水面的顶面来行。第6，来医治痴迷的。最后一个就是互列撒路来割我。我想伫这个信息的中间，咱拢一再不断咧看见到约翰福音书，干那一个目的。这个目的，我要邀请咱，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兄弟，邀请你做伙甲圣经拍开。若无的，你用笔甲抄起来，咱做伙来看约翰福音书20章的31节。为什么伫约翰福音书要讲这7个神迹？这7个神迹伫约翰福音书20章的31节
的即中间，真要紧的代志，干那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约翰福音书20章31节，台语汉字本132面，独独记者的，互恁信，信啥物？耶稣是啥物人？是基督。耶稣是基督，是啥物？是上帝的囝。信就伫伊的名来得到活。所以咱咧讲福音书，牧师真期待讲咱甲8个字记号条，这8个字叫做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。透过安尼，咱就会当去理解咱今仔日要做伙分享的信息甲内容。我要邀请咱再一次，甲你的圣经掀开到伫整个今仔日咱的经文，也就是伫约翰福音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真多谢拄则咱的师会启义长老所带咱读的遮的经文内底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真清楚甲咱交代，迦纳的神迹是耶稣第一个神迹。第一个神迹发生伫婚礼的中间，酒无通啉，所以耶稣的老母就来向耶稣反映，结果耶稣最后来甲水变做是酒，互这个婚礼的气氛会当达到上高潮的一个时阵。所以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讲迦纳的婚礼，大家充满欢喜。总是过去咱咧读遮的经文的时阵，咱拢会问一个问题，讲：奇怪，做一个老母甲囝讲起着即马伫婚礼的中间所拄着的困难的时，确实咱看见着一个真意外，耶稣安怎回答伊的老母？咱甲看第4节，耶稣甲伊的老母讲：老母啊！我甲你啥物干涉？我的时还未到。徛伫咱台湾人的角度，咧读这段经文的时，咱会感觉讲：这耶稣安尼甲老母应话，安尼无大无小。但是咱甲所有的福音书拍开来看的时，伫马可福音书，耶稣咧面对家庭的态度是超越血缘，或者是肉体即款的价值。因为耶稣，譬如讲，伫马可福音书，人甲伊提醒讲：你的妈妈、你的兄弟姊妹已经伫外面咧等你的时，结果耶稣来讲起着讲：治罪是我的老母，治罪是我的兄弟。对着耶稣来讲，一家人，或者是兄弟姊妹的意义，也就是共款做伙实行上帝的旨意的人，才会当行伊真做是兄弟姊妹。所以对遮咱会当去知影讲，耶稣要爱伊的老母玛利亚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毕竟耶稣伊做一个神，伊做一个上帝，伊的任务、伊的使命。毋是要满足人的需要，伊是要来对上帝负责，来看待有意义的生命。咱看见着约翰福音书，包括拄则咱头前讲的7个神迹的记录中间，耶稣伫圣经的内底，并无用着神迹来正做吸引，互人来跟对伊，或者是透过神迹来建立整个军队伊的团队，反正耶稣伫即中间拒绝满足人的好奇，满足人的请应，因为耶稣的观念就是伊真正的使命，伊真正的时，就是要来显露伊做一个弥赛亚的作为，透过安尼，互人去认捌伊就是耶稣基督，伊就是上帝的囝。所以圣经的记载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伫这个婚礼内底有6个石案。
这6个石案放伫婚礼的现场，简单来讲，这就是伫犹太人的文化中间，因安尼赶路途来到伫婚礼的现场，伫遐爱做洗骹，做一个清气的一个动作。却是耶稣稳定的手，把这个水抢起来，放在另外一个所在，正做是酒的时，咱看见到这个记载，互人感觉真惊吓，嘛真过瘾。因为管宴舍的人，伊来指出讲，为什么把上好的酒来放伫后壁？我想伫第2章迦纳的婚礼的中间，牧师邀请咱会当跳互头前来看第1章的16节。约翰福音书第1章的16节，甲咱讲，因为对伊的触摸，咱拢有所受，就是稳定煞接稳定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所有的丰富是来自耶稣，只有耶稣会当把忧愁、烦恼的困境转变成做是一个喜乐、丰富的转变。这个事实就是要让众人知影，耶稣基督就是救主，耶稣基督就是帮助咱去克服伫困难的中间的一个帮助甲快乐。所以伫迦纳的婚礼的这个时节，所有的一切出自上帝，门徒嘛因为安尼，更较相信耶稣基督。我想通过伫今仔日这个迦纳的婚礼，这个圣经节内底，大家加减对这个圣经拢有了解。但是咱又倒来到伫信息的时阵的时，咱会当去清楚知影讲，信者是需要用信心来看，信者是需要用信心来看。伫读约翰福音书，其实咱爱对照伫旧约的出来及记，因为这2部册有真趣味的一个对比。因为咧讲起着信者的时，咱看见着出来及记，上帝的信者不断出现伫法老的面头前，不断甚至出现伫以色列百姓的面头前。但是这个人，因拢唔相信。因的唔相信，是因为因心意直到因拒绝承认真正的上帝就是耶和华。唔信，就是因为人心意，心意的人固执，甚至上帝已经徛伫伊面头前，上帝已经透过先知，互人过红海来赏赐安顿玛纳，透过10个灾厄来提醒。但是法老以色列百姓拢唔相信，直到以色列百姓甲法老的结局拢是同款，是愈来愈对了。人的骄傲嘛伫这中间来产生。各位兄弟，伫唔信、心意、固执、对了这款的性命的中间的时，那安尼太有可能有信心来领受上帝恩典，甚至来看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我想伫今仔这个圣经节内底，最后拄则咱的经文内底，特别伫11章，11章的经文内底，甲咱讲，这个头一摆的信者，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，来显出伊的荣光，伊的学生就信伊。要显出荣光，信者来成做耶稣所传讲信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证明，就是互人清楚知影什么叫做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迄款的欢喜。所以咱来对照约翰福音书第1章14节，约翰福音书第1章14节甲咱讲，道成肉体，
耶稣徛起伫咱的中间。耶稣徛起伫咱中间的时，有恩典，有真理来满满，搁咱会当因为安尼来看见伊的荣光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荣光同款。所以咧，阮兄弟姊妹，荣耀上帝的光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款的记载，互咱看见着上帝的作为。但是伫今仔日个信息内底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去想，其实这段经文，咱若假使讲，干那认为讲耶稣行神迹，耶稣因为安尼有荣耀的时，那安尼这个神迹意义要创啥？我要邀请咱翻头过来看，伫这段圣经的中间，究竟人是看见着神迹，还是看见着耶稣基督？人是看见着神迹，还是看见着耶稣基督？咱看见着圣经的记载，圣经的记载特别伫第10节，管理宴德就叫新囝婿来。第10节甲伊讲，人拢大声摆好酒，到人啉多多，才用较厝的，独独你留好酒到一粒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伫现场大家看到的是啥？敢若看到目前的好处，人甲看到目前的好处，但是人无看见到耶稣基督伫这中间所展现出来迄款的荣耀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倒来到伫咱的生命内底深沉来反省的时阵，咱爱问咱家己伫人生的中间，你的目睭看到的是啥？你的目睭看到的是啥？特别伫这个世代，真侪人拢掠神迹超过耶稣基督，认为讲只要我若看见着神迹，安尼我就相信。但是却忽略耶稣基督的荣光，其实有上帝的作为伫这内底。所以伫板桥有一间教会，咱顶工有讲，你要入来到伫教会招待，就一个人分1000块互你，然后牧师伫顶面讲道的时，就请你甲1000块摕出来，正边海3个，倒边海3个，讲安尼你转去就会当大富有。大家追求的拢是眼前的好处，却袂记这真正的上帝伫咱的中间。各位兄弟，伫这个世代，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，因为咱已经袂记这什么人是咱真正的救主，我们已经忘记了谁是我们的救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无论如何，今仔这个圣经真清楚甲咱讲，水变做酒，是耶稣基督的荣光，是上帝的作为。但是大家敢若会记得水变做酒的快乐？请问，安尼的情形之下，咱的信心才会当进步甲成长。咱的信心要爱进步，大声爱看会到，爱甲咱属灵的目睭拍开，来去看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，经历上帝的作为。咱伫后礼拜要来开好会，伫咱的主日礼拜后，请大家兄弟姊妹会记得伫招待的后壁遐来摕一本会员好会手册。只要你是淡水教会的陪参会员，每一个人拢一本。我想透过伫这个机会，
嘛甲咱大家三个来分享。照伫教会法规，每一年咱拢爱召开一次的定期会员好会，办理的事项就是听取报告、甲选派查校委员。但是我毋知影，当大家你摕到好会手册的时，你用什么款的眼光来看这本册？是看讲这内底是毋是有错字，还是讲数字倒达毋对，还是来看卖影小会甲中级会的记录是啥？牧师甲大家报告，咱真少用见证的态度来看这本册。这本册，咱学会开刷，就送中会，嘛送总会，因为咱要送出去历史档案馆内底，50年后、100年后、150年后，所有的人拢咧看淡水教会，到底2018年咱做啥物款的代志？这本册内底，甲咱交代一年的回顾，未来一年的展望。教会即摆的周报信息真完整，小会、中级会的议录拢有公告，各事工部的活动拢有报告。但是真正会晓看好会手册，伊今年摕到请你掀开124面，来看卖咧。124面，真侪数字，拢甲咱交代，才会根据，互咱参考。过去一年来，咱的兄弟姊妹是怎样认同委身咱的教会？各位兄弟，为着要以身作则，124页，其实对3年前，牧师就排第一个，长老就排第2坎，执事排第3坎，伫教会有领薪水的排第4坎，互大家做伙来看。各位兄弟，这遐叫做内行。所以伫好会手册的中间，真侪人可能会认为讲，啊，看表面的文字，看表面的数字，这算啥？但是毋通袂记住，这拢有参考的价值。这个参考的价值，互咱清楚知影讲，过去一年来，教会伫上帝的引带中间，怎样带领咱的教会？各位兄弟，过去一年来，大家可能会想到超过20场的个别礼拜，但是伫今仔日，牧师要甲咱大家分享，伫过去一年来，真侪兄弟姊妹因为无景气、无工作，才会兄弟需要想尽办法去克服生活的艰苦。牧师咧探访的时阵，有一个会友2年无来做礼拜，我真烦恼。总是伫赖，还是讲伫脸书顶面，拢会当有直接沟通。伊敢若甲我讲，我过得很好，请牧师不用担心。但是伫2019年10月初6，伊倒来教会，我踹一条，我甲问讲：你还好吗？你为什么消失了2年？伊甲我讲2当前伊无工课，因为伊所住的公司互人整编，所以伊互人淘汰。伫这2年来，伊对失业找工课，
到找工课，到有新的工课，到伫新的工课适应新的工课，2年的时间，伊敢若甲我讲，牧师，这2年来我拼命找工课，就是为着要安心来做礼拜。现在我回来啊，因为我找到工课啊。都有一个会友，伫外口卯真侪石头，爱去做接线生，都有一种叫做网络顾客回复。我第一遍听讲有这种打工的机会，都爱去帮人卖酒。一个人为着要拼经济、顾家庭。伊去拍拼做part time的工作，但是伫这个过程中，伊只有一个目的，伊会当安心伫上帝的面前，会当用淡薄甘心的奉献回应上帝的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见证。拢发生伫咱的中间，这个见证拢一直来，互咱清楚知影讲，若无有耶稣基督的荣耀来成做咱的帮衬的时阵，今仔日大家的组织就无意义，就无彩工。相对来讲，召开定期会员好会，就是要坚固会友的信心。会友会当因为安尼信心进步甲成长，确实大家唔通要去执，这是上帝的教诲，一切上帝掌管。大家唔通认准讲，我要用到社会民主政治迄套，迄叫做凸显人做中心的思想。所以，可能人会问，伫淡水教会。敢有耶稣基督的荣光？若有人安尼甲咱问的是，淡水教会敢有耶稣基督的荣光？我甲恁讲，有，唔免怀疑。淡水教会有耶稣基督的荣光，唔免怀疑。好话手册摕转去，大家都会当看。过去伫咱的中间。15个兄弟离开，总是上帝予咱32个新的会友。这种的喜乐，那亲像水变做是酒同款。有当时我感觉讲牧会真忝真深，但是当我看见着耶稣基督的荣光伫咱教会彰显出来的时，我感觉信心得到溃烂。嘛，互咱会当因为安尼确信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主。我要邀请咱做伙用着信仰的角度来去看待咱的日常生活，来去看待教会的生活，来去看待咱伫身边所有的人代志，毋是只有停留伫目前的好处，却袂记得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，伫教会咱看到啥？对着咱来讲，咱爱回应上帝的作为，唔通互耶稣基督的荣耀，向咱安尼擦身而过。就亲像迄个看耶稣唱水迄个管宴社的人。看去着水变酒的神迹伫伊目前实现的时，伊却唔知，伊敢若停留伫酒太食好啉，为什么上好的酒摆伫最后？求主来帮助咱，拍开属灵的目睭，坚固信心，来活出有意义的生命。三甲来祈祷。天父，听阮的主愿感谢你。因为阮知你是大富有，
阮只有透过你来成做阮的领袖，恳求主来教阮三角地底，互阮会当尊主最大，以着上帝来做中心。因为若无你，阮的一切都无采工。阮只有将阮的目睭来看见着耶稣基督的荣耀、上帝作为的时，阮才有法度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。恳求主来拍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目睭，互阮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。愿主带领甲因带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